各位同学们吉祥如意。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解的是我们如何使用微软 Windows 系统，来打开这个电脑上的这个藏文键盘。那我目前使用的系统是微软 Windows 11的版本。那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先打开这个藏文键盘设定。那我们先来到下方工具列左下方有一个开始，点下去，那我们找到设定，找到你电脑上的设定，点击之后左边这边有一排，下面数上来倒数第5个时间与语言，把它点下去。再来从上往下第2个选择语言和地区，点击下去。那我们这里就看到目前有的语言是有中文、繁体、台湾。那我们再来要新增语言，选到第2列右边有一个新增语言红色的方块。那点下去之后，这边就是要来选择要安装的语言。那我们在上面搜寻栏这边用中文打入藏文。好，那这时候下方就会跳出一个撇译藏文，那我们先点一下它，再来到下方有一个下一步，这边按下一步，它会出现安装这个字眼，那我们一样点击安装。好，这时候它就系统就自动帮我们安装完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视窗关掉，设定的视窗关掉。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打开 Word， 那我们要怎么来切换2种不一样的键盘呢？那我们现在目前系统上显示的是中文繁体微软注音。那第一种切换方式，我们可以用来点击下方工具列这个注音符号的 B， 按一下，它就会显示出你现在电脑里面所有的键盘。那我现在目前有2个键盘，第一个是中文，第2个是藏文。那你想切换藏文，就点击一下藏文，这时候就可以输入藏文了。比如说，来我们输入撇译，爬那罗婆啊撇呀伊卡伊撇译，这时候就输入完成了。那第二种切换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先按住 ALT， 再按 Shift，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切换为藏文。先按 ALT 再按 Shift 就可以做两个这个键盘的切换。大家有看到吗？每按一下它就切换，现在是中文繁体，那我们再按一次就会切换为藏文的键盘。那我们现在是藏文的键盘。好，那这是这个键盘的设定以及这个切换的方式。那我们再来就是来讲解一下这个藏文键盘如何打字。那藏文是一个叠加的语言，那我们在输入前加字还有单纯如果只有字母，然后后加字再后加字的时候，不需要按其他特别按键，我们只要找到藏文那个字相对应的按键按一下，那个字就会出现。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用这个撇译，是爬那罗婆塔撇雅古伊卡伊。好，那用这2个字来比喻，爬相对应到键盘上是 F， 所以我们按一下 F， 爬就会出现。那4元音的哪罗对应到键盘上就是 O， 我们在输入4元音的时候也不需要按其他键，单纯按相对应到4元音的键，它就会自动叠加上去。好，我们按一下 O， 哪罗就会叠加到爬的上面。好，那我们再来要输入后加字塔对应到键盘上是 D。好，那这时候我们输入完这个音节，我们要输入一个音节点就是 J， 按一下 J， 音节点就会出现。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雅给古伊卡伊，雅对应到键盘上是 Y， 按一下 Y， 雅就会出现。再来是4元音的给咕对应到键盘上是 I 是代表给咕。好，再来是后加字卡，在键盘上是 K， 所以我们按一下 K， 这个后加字卡就会出现。就是我们输入的时候是以此类推。那以上是比较简单的方式，比较简单的模式，没有层层叠叠各种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再来
再来就是用这个归一发心的标题来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归一发心的藏文标题是 Gap Jo Sengi，Gap Jo Sengi。那第一个音节是 Gap， 萨嘎拉嘎嘎也的 Gap， 爬沙 Gap。那 Gap 这个上开始前面的部分就叠加比较多，从上加字，再来基字，再来下加字。那我们输入藏文输入法，在输入字体的时候也是一样，按照我们拼读的方式，我们从萨上加字开始，我们一样，萨上加字在输入的时候也是一样，按一下 S， 萨就会出现。那我们要输入基字嘎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按一下 M， 先按一下 M， 再按一下代表嘎的键盘英文字是 C， 这时候嘎就会自动叠加在上加字的下面。那我们再按一下 M， 再按一下 Y， 这时候按 Y 就是代表就是能够输入下加字雅达，这雅达就会自动进入到这个基字嘎的下方。那我们再输入后加字爬 F， 再后加字萨 S， 再来是音节点 J。好，这样我们第一个音节就完成了。那我们再练习一次第一个音节萨 S， 再按一下 M， 再来一字大 C， 再按一下 M， 来下加字雅大 Y， 来后加字爬 F， 再后加字萨 S。 好，再来音节点是 J， 这么就是重复一次这个第一个音节萨嘎拉嘎嘎也的 Gap 爬沙 Gap。 好，再来第二个音节是浊，आओ嘎啦的喳喳呢浊，前加字 आओ R 对应到键盘上是 A B C 的 A， 按一下 A R 就会出现。再来基字是卡，是就是 K。 好，再来我们要键入的是下加字 ra 大，那我们在输入下加字 ra 大之前，一样要先按一下 M。 再来 ra 大对应到是英文字的话是 R， 按一下 R， 这个下加字 ra 大就会和基字卡结合在一起。那再来是 naro， 四元音的第四个 naro 对应到键盘上是 O， 那我们按一下 O， 它就会合接到这个卡的上面。那我们再按一下音节点 J， 那我们这时候第二个音节就完成了 आओ卡的查查那种愁。好，再来是第三个音节是 Sam， 萨怎么 Sam 嘛萨 Sam， 萨一样按 S， Jumbo 是按 A B C D E 的 E， 按一下 Jumbo 就叠加到萨之上。那再来是麻后加字是 H， 再来萨再后加字一样是 S， 以此类推讲。再来是音节点 J。 好，再来是最后一个音节是 G， 跑萨嘎达嘎嘎也的 G 怎么 G 它 G。 那我们来练习这个字的时候，基本上所有叠加的字都可以练习到。那我们从前加字爬开始，对应到键盘是 H， 对应到键盘是 F， 是 F。那再来是输入上加字 S， 再按一下 M， 嘎是 C， 再来是雅达下加字，先按一下 M， 再按 Y， 再按四元音的简波是 E， 再来后加字塔是 D。 好，这时候我们输入完最后一个音节是 G， 那我们要有一个结尾，会有一根谢，谢是按 Enter 旁边的 Enter 左边的那个按键，是那个按键的左上方有两个小点，这个键按下去，谢就会出现，谢就会出现。好，那我们再来练习归一发心的全文，就是三개 최당 촉이 초남라 장추 바르두 다니 겹수치 다기 진소 기베 초남기 조라 펜철 상계 주발 쇼。 那我们从第一句开始，三개 최당 촉이 초남라。 好，上第一个音节上，萨牙沙上，萨是 S， 牙是 G， 再来是萨 S， 再来音节点 J， 我们第一个音节就完成了上。第二个音节是 K， 拉卡拉卡卡呀的 K 萨 K， 拉是 R， 再来按一下 M， 叠加出基字卡，按 K， 再来按一次 M， 叠加出下加字雅大 Y， 再来是后加字萨 S， 音节点 J。
好，再来第三个音节是雀，恰哪罗丘沙雀，恰是 W， 哪罗是 O， 后加字萨是 S， 音节点 J。好，我们第三个音节雀就出来了。再来第四个音节是糖，糖啊糖，塔是 D， 拿是 G， 再来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是凑，差哪罗凑卡沙凑，差对应到那个键盘上是有一个框框是从上方数下来有一个那个斜线旁边，斜线有一个左上到右下斜线，左边的那个按键是差。好，再来是四元音的哪罗按 O， 再来后加字卡 K， 再后加字萨 S， 音节点 J。好，再来是 G， 嘎的嘎嘎 G， 嘎是 C， 要叠加出下加字亚达，先按一下 M， 再按 Y， 再来是四元音的按 I， 再来是音节点 J。好，再来下个音节是 Q， 然后恰哪罗 Q 卡 Q， 前加字麻，凡是麻不管是基字前加字都是按 H， 麻就会出现。再来是基字的恰是 W， 再来是四元音的哪罗按 O， 再来后加字卡按 K。好，再来音节点 J。再来下一个音节是 nam， ra 哪的那麻沙 nam， 上加字 ra 按 R， 再来要叠加出基字，先按一下 M， 再按 N， 代表了拿，这时候 ra 上加字 ra 和基字拿就叠加在一起 ra 哪的那。再来我们要输入后加字麻和 H， 再后加字萨和 S， 再来音节点 J。好，最后一个音节是拉，就拉一个字，那我们就按 L。好，再来，我们寄送的部分，每一句后面都会有两根线，线的部分一样是按 Enter 左边的按键，它这个按键左上方有两个小点的这个键，按一下，两下，按一下就是一根线，按两下就是两根线，以此类推。好，那我们再来第二句，抢出爬的度，达尼 gap 速器。第一个音节强，爬雅的强啊强，爬 F， 叠加出下加字雅大，先按一下 M， 再按 Y， 再来是后加字牙按 G， 再来音节点 J， 下个音节是 chu， 恰小 Q chu 爬 chu， 恰是 W， 再来是四元音的小 Q 按 U， 小 Q 就会出现。再来后加字是爬和 F， 再来音节点是 J， 再下一个音节是爬是 F， ra 是 R， 一样。再来音节点 J， 下一个音节是图，塔小 Q 图，塔是 D， 下那个四元音的小 Q 是 U， 再按一下音节点 J。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打，爬哦，打卡打，前加字爬，对应到爬这个按键是 F， 塔是 D， 后加字卡是 K， 再来音节点 J。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尼，拿给咕尼，拿对应到键盘是 N， 给咕是 I， 再来音节点 J。再来下一个音节是 gap， 萨嘎达嘎。嘎给它嘎，爬沙嘎，萨 S 叠加出基字嘎，先按 M， 再按 C， 再来要叠加出下加字雅达，一样先按一次 M， 再按 Y， 再来后加字爬按 F， 再后加字萨 S， 再来音节点 J， 再下一个音节是速，萨小 Q 速，萨 S 小 Q 是 U。再来音节点 J， 最后音节是马哦，恰给鼓气，马按 H， 恰是按 W， 给鼓 I。好，这一句我们结束，后面两根线按两下，线会出来。好，再来下一句，第三句是打给
紧凑吉北凑nam吉。第一个音节达跑打卡达，爬是 F， 达是塔是 D， 卡后加字卡是 K， 再来音节点 J。下一个音节 K， 卡吉古 K 萨 K， 卡是 K 吉古 I， 后加字萨 S， 音节点 J。再来是下一个音节琴，萨帕的爬爬呀的恰恰吉古奇那琴。好，再来是萨上加字萨是按 S， 凡是萨的出现都要按 S， 不管是上加字或者是基字，或者是后加字再后加字也好，都是按 S。好，再来我们要叠加出基字，基字是爬，一样先按一下 M， 再按一次 F， 这个萨爬的爬就叠加在一起了。再来我们要叠加出下加字亚大，一样是按 M 一下，再来按亚大是 Y， 那它就叠加在一起。那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I， 就会把吉固放上去。好，那我们再输入后加字拿，按 N， 音节点 J， 这个音节琴就输入完成。再来下一个音节是 So， 萨 S， 那 ro O， 后加字卡 K， 再后加字萨 S， 再来音节点 J。好 ，so 这个音节完成。在下一个音节是 gi， 跑嘎呀的嘎嘎吉古吉萨吉，爬 F， 卡是 K， 渐入下加字亚大之前先按一次 M， 再来 Y 吉古亚大就会上去。再来是四元音的吉古 I， 后加字萨 S， 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是贝。爸啊吉古仪贝，按一次爸是 B，A B 的 B 是爸。好，后面的一样按 A 是 R， 吉古是 I， 就叠加上去。再来音节点 J。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错，差哪罗错卡沙错，差是 Enter 上面有一个按键是左上到右下的斜线，这个按键的左边按一下是差。再来 naro 是 O， 卡后加字卡是 K， 再后加字萨是 S。再来音节点 J。好，再来是下个音节 rana 的那麻沙那， ra 上加字按 R， 叠加出下面基字拿，先按一次 M， 再按右边的 N。好，再来后加字麻按 H， 再后加字萨 S， 再来是后面两根线，按两下两根线出来。好，我们再来最后一句是走啦片气儿桑野竹把秀，走第一个音节走 RO A， 嘎啦的扎扎那个走嘎是 K， 下加是拉达，先按一次 M， 再按 R， 再来四元音的 naro O 叠加上去，音节点 J。再来是拉一个字就按 L， 再来是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 pen， 怕拿 pen， 怕是 P， P。再来是后加字拿 N， 再来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是气，怕呀的恰恰给股气然气，怕是 P， 叠加出下加字亚达之前先按 M， 再来按 Y， 咕是 I， 后加字然一样按 R， 气就完成。再来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是上，萨牙沙上萨 S， 牙 G， 再后加字萨 S， 再来音节点 J。再下一个音节是 K， 拉卡的卡卡呀的卡萨 K， 拉上加字 R， 叠加出基字卡，先按 M， 再按 K， 拉卡的卡就会合在一起。再来要按出下加字亚达，先按 M， 再按 Y， 这三个部分就会组合在一起。再来后加字萨 S， 音节点 J。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音节是竹
好，嘎啦的扎，扎下 u 竹爬竹，一样 r 前加字按 a， 卡按 k， 叠加出下加字 r 大，先按 m， 再按 r， 再来四元音的第二个小 u 按 u， 后加字爬按 f， 再来音节点 j， 下一个音节是爸，爸啦爸，爸是按 b a b 的 b， 再来是后加是 r 按 r， 再来音节点 j， 再来是最后一个音节秀，下哪罗秀卡秀，下是 x， 再来四元音的哪罗 o， 打出后加字卡按 k。 好，那这句话我们就完成了。因为那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一句最后一个字秀的后加字是卡，所以会省略掉一根这个后面的线，所以先按一下空格，再按一根线出来，所以最后实际上是只有一根线，因为我们在卡这个字后面的线一般会省略，那如果有2根的话会省略一根，所以只要输入一根就可以了。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就是针对 Windows 电脑上面在输入藏文的这个方式，那同学们可以参考看看。